陪伴台湾大人，用台语来学台罗音标。第3章入声 P T K H， 台罗音标入声。第4条甲第8条就是入声。母音的韵尾有辅 H P T K， 这4种就是入声。1 H 入声，收音伫哪后？例1啊啊啊1姜母啊姜母啊2啊味啊啊味啊例2啊啊啊3啊对啊对4啊使讲啊使讲例3会5拍会6把会例47真8伤例59夜空10夜寒极例611正夜12后夜2 P 入声，收音伫喙唇。暗压阴入嗡恶阴业例1合1甲人合适甲人合适2合着牙例2合3会合4合格例3吸5吸起来6吸少例4吸7吸咧8吸条例5摄9伊做人真摄10目睭涩
目睭攝攝，禮六攝攝攝，11流攝流攝，12攝水攝水，3天入聲，收音佇指尖，按壓因一温鬱N at one what 禮一sit sit sit 一消失消失，二食餓食餓，禮二sit sit sit，三變sit變sit，四食譜食譜，禮三直直直，五難直難直，六直勢直勢，禮四直直直，七輪直輪直，第八直班直班，禮五骨骨骨，九右骨右骨，十骨力骨力，禮六骨骨骨，11金骨金骨，12骨溜溜骨溜溜，4K 入聲，收音佇指尖，翁惡英譯翁壓用欲央譯，禮一木木木，一木落去木落去，二木甲烏青銀花木甲烏青銀花，禮二木木木，三項目項目，四目前目前，禮三學學學，五學咧才剩會條學咧才剩會條，六學嫁妝學嫁妝，禮四學學學，七休學休學，八學校學校，禮五譯譯譯，九
水溢出来啊，水溢出来啊。10溢车霜，溢车霜。6溢溢溢。11洗溢洗溢。12海水浴场，海水浴场。